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牛頭角嘅坤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新產品，99蚊電鑽套裝。佢送埋一個火牛同埋電嘅。你充電嘅時候好簡單嘅啫，插住呢度，呢個英規頭插住個拖板就可以充電嘅。充嘅時候就紅燈，充完之後變綠燈。咁安裝好簡單嘅，一拍就可以轉，撳實佢一嚟就可以拆卸。見有埋啲麻花鑽啦，一字批頭、十字批頭，仲有萬向軟管。用法好簡單，你見到呢個有一字同埋二字個速度，一係適合扭螺絲嘅，二嗰個係適合轉窿嗰啲嘢嘅，跟呢個衝擊功能嘅，扭實佢兩個就可以轉嘅啦。1至5個檔咧就適合扭螺絲啦，7至13就適合轉木材啦，15至17就啱瓷磚嘅。咁正嘅電鑽都係賣緊99蚊咋，各大分店有售，數量有限，快啲嚟買啦！